咱是毋是把全台湾的海边啊发生的代志拢知影？你大鱼啊，是咱日据时代，迄个鱼甲肉拢管制，所以你拄爱发甲伤大声。有影吗？南面就去到日本。所以我应该毋是即马坐伫遮吼。请准时收看报道高点。公司的正式声明，公共电视到目前为止，拢无对民众做任何的意见调查。若是你收到奇怪的 email， 亲像甲你询问你的意见，也是某位人阮需要你的表态，那这款的批信绝对毋是阮公共电视，拜托你拢莫插伊，直接都甲抬掉。这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初9下暗新闻，我是陈家豪。新闻一开始，做伙来看今日的新闻重点。风台日起嘛已经减弱啊，变作中度风台。较晚的时阵会解除陆上风台警报，中南部要注意西南气流的大雨。香港反送中林地员外也表示讲，中央政府未放外，香港民众也发起万人接机的活动。本地要解除社区监控的台南东区大东里，所形容已在增加一个本土的天交日。头先咱来关心风台消息。风台日起码的卡路是往北煞小看，即马伫透早的时阵也减轻威力，变作中大风台。目前陆上警戒范围是桃园以北、宜兰甲外岛的马祖。气象局按算伫较晚的时阵要来解除陆上风台警报。受到风台外围沉降环流的影响，金门下晡3点多的时阵出现40度的高温。虽然风台是做预告，气象局也提醒民众有西南气流，中南部会下大雨到一个礼拜。落大雨，标着太阳向山脚道路顶面出现淡薄仔落石啊！日起嘛风台再去为中部以北山区带来真侪雨量，新竹县尖石乡的德达十线乡道嘛一度因为边坡土石崩塌，阻断对外交通，向公所派员抢修。昨天傍晚以前就全部进驻重型机具了，所以在抢攻的这个速度非常的快。新北市伫这个风台的期间，山区累积雨量突破300毫米。后来山区再起雨路真大，老街有部分店家营业，但是无啥游客。为了避免大雨成灾，老街边仔的男性桥规工封闭。可以看到，现在已经用沙包堆起来，把桥封闭。因为在苏迪勒台风的时候，水不但淹过了桥面，更冲进了住家。现在先用沙包预警性的封闭，也避免会有人车通过，造成伤害。风台部分款外围对台湾东北扫过，宜兰县政府将南澳乡部分村民暂时性撤离。淡水店家前一暗就除好沙包防风台，吉人沿海是一度出现高级强阵风。好在日起嘛风台路径比气象局所预估的较偏北，无带来灾情。受到风台外围顶降气流影响，金门伫下晡3点19分出现39.9度的高温，创下有史以来上高温纪录，嘛是全国有史以来第2高温的纪录。根据气象局最新的资料，日起嘛风台暗时豆豆通过台湾北部海面，挖对中国沿海，但是引进的西南气流会为台湾中南部地区带来大水雨。南部地区的雨量不止今天，可能从10号之后呢，台风远离解除警报之后，我们台湾地区
中南部，特别在高屏山区的雨量，可能强降雨会持续好几天。这个为所在许风台假，但是实际上风雨不达到放假的标准。气象专家分析，主要因为风台北转的时阵，太平洋高压比预期较弱，加上风台是一个漂移的逆时针构造，目前的预报技术基本都无确定性。那这种台风呢，因为它是属于擦边过，所以50公里就差很大，它本身就是缺乏很强的导引气流，尤其它又在整个大低压带环流里面，本身就很复杂，所以其实我们大概就提醒了，这种台风只能滚动式的随看随走，特别是接近到台湾的时候。气象专家认为，风台的路径不断的变动，尤其日记嘛的中心在海面上，变数更加悬，全世界都面临这款的预报技术问题。不过随着时间愈晚近，误差就会愈细。凡是未来麦当思考因后宣布是毋是许风台假的可能。记者综合报道。这个风台日起嘛来搅了台湾，唔那有8个县市来停班停课，真侪交通也受到影响。也在这个风雨较小快时阵，台铁甲高铁也开始恢复部分的车班。伫咧桃园机场受到影响的航班，也按算伫11半暝进前，拢会豆来起飞。台北车头卖票大厅的头前，透早人都排到落长，因拢是要来退票换票的旅客。因为日记嘛风台侵袭台湾了后，一度予到空交通受到影响，有民众就走来车头，想讲试一来运气。看到他只是写的说要停驶，可是他没有写得很正确的说是什么方式的停驶。虽然花莲市区已经无风雨，但是代替东部干线早起嘛是封闭，火车头外口嘛出现一寡白牌车围外招人客。花莲来台北一抓要6500，去到东4500，比平常时贵2000。闭关时间的民众只好坐，一般的计程车运价嘛看袂落去。山路很危险，不能开快车。3个小时左右了，太贵了，吓死人！你看，为了不通这样那么贵。利用这火车没开的时机啊，然后就旅客需有这个急需的话，他们就所以有比一般还高，他们喊的价格有比有啊。对着日记嘛风雨豆变细，代替定调整班次，西部干线就8列车对11点29分开始陆续开放，罗南列车嘛对12点28分开始开放行驶，东部干线对6列车是对下晡1点58分开始陆续开放行驶。主本宣布台中100规工停驶的高铁嘛提前开放南港到左营专线营运的服务。伫航空的部分，根据民航局统计，国内线取消142架次，两间和国际航线取消376架次，另外195架次，都伫班机陆续恢复起降，桃园机场人嘛开始出现。本来就是预计要搭2点的飞机，所以下班机确定了吗？还没有取消。那所以是改定，现在是改定，可能明天呢？桃机公司表示，韩国航空公司协调了后，已经启动大量航班运输机制，有了这个受到风台影响延误的班机，会伫咧11透早消化完。记者综合报道。这个风台来到底要放假无？有当时啊，有影真歹决定。在这回风台自桃园到基隆以及到宜兰，这个所在拢是停班停课。不过风台卡路是往北煞小看，风雨变讲无遐尔大。台北市长郭文哲也讲，这个风台假是假放的。不过新北市长侯友宜甲宜兰县长林姿妙来认为讲，人民的生命安全是袂当讲生笑的。2012年，天平风台侵袭台湾，台中以南县市全部停班停课，只有台南市长赖清德坚持无爱放假。第二天是无风无雨，赖清德有时被封做赖神。突然间要讯息说放假，所以现在要想办法守平安。2017年海棠风台，赖清德原本无爱放假，不过因为第二天淹大水，临时宣布放假，互市民大骂。4点就是妥协方案。2018年玛利亚风台，台北、新北、基隆下晡4点才宣布放假，引发交通大乱，捷运塌掉咧，民众一直骂，因讲是4点之乱。其实风台假变了侪，互地方首长真紧张。积极考虑台北、新北、基隆通勤上班人数多，大部分是斗阵来决定。后来瓦郡的县市桃园、宜兰也陆续跟进，200万人以上共同的生活区域，这要一路唔对决定，几若100万的民怨就会随之而来。这不能怪我呢，因为今天凌晨3点的时候，台风往北偏80公里，知道吗？如果按照原定计划的话，按照原定的路径哦，现在风雨交加。你起码风台侵袭台湾，风雨不如预期，连台北市长郭文哲佢拢讲，风台假是假放啊。不过新北市长侯友宜加宜兰县长林姿妙是强调，保护人民性命财产绝对是袂用滚生笑的。不能拿民众生命财产来开玩笑，
来赌他一把，绝对不可以。我们不能拿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来改做抵触，安尼是真危险的尊重咱的专业。洪台路径变化多端，地方首长是人毋是神，就算有气象预报，也无都有测精准。尊重专业甲讨好民众。洪台时阵安怎放假？这个政治学永远是地方首长上歹围绕一节课。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统计，这个洪台已经造成241伤。行政院长苏贞昌今日也到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来听各部会的简报，也特别强调讲，爱气象局莫讲一寡撇话，爱讲一寡民众听有的。另外，总统蔡英文也特别伫面册来发文，强调政府各单位拢伫咧看头看尾，咱做伙来守护台湾。虽望你今嘛风台来也，毋过因为早起风雨无大，真侪民众嘛是搁去传统市场来买菜。问讲菜市介绍敢有起，民众拢讲差不多。差不多350算是正常价钱。我觉得跟之前买的价格一样，没有什么变。打菜价还好啦，没有什么浮动啦。等到下个礼拜的话，就有可能了。因为如果说漂亮的可能会涨，因为下这种雨的话，那个菜整个会烂掉。立基嘛，风台透早接触到绿地，影响新北市顶顶的北部县市。行政院长苏贞昌早起去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听各部会简报。农委会表示，台北果菜批发市场初九的交易量虽然比初八较少，毋过每公斤的价数达到5.3块。苏贞昌嘛特别提醒气象局，唔通讲伤济专业语言，爱讲互民众听有的话，嘛呼吁民众尽量伫风台天唔通来出门。用很多专家的术语啦。但是对一般民众讲话，就是用你专家的学问，但告诉民众是用民众的语言。现在风雨小，并不是台风已经过了，而是现在正是这个间隙经过的时候。另外，立基嘛风台对新北、桃园、新竹、还有宜兰造成威胁，即届嘛撤离2531个人，收容安置707人。针对撤离的民众，所以就指示风雨过了后，相关单位要尽量甲伊斗3工，互伊安全倒转去。行政团队拢真认真地做家己的代志。总统蔡英文嘛伫人面前铺文，强调公所议长继续视察了后，就来甲伊报告风台的动态。政府各单位拢真注心，希望风雨袂有灾害，咱做伙守护台湾。记者综合报道。2020年总统大选，有风声讲郭台铭捌当面邀请郭文哲来做副手，不过郭文哲今日表示讲，若是要来做副手，归去继续做台北市长就好。另外，伫日前郭台铭的幕僚捌讲过，有人是福委会的主委，想要来做 CEO， 袂输伫咧考试韩国瑜共款。韩国瑜竞选办公室的发言人今日也讲，若选韩国瑜来选调总统，一定会替人民找一个上好的 CEO。明年总统大选，郭台铭甲郭文哲一直团结要合作。有明嘴讲，郭台铭甲郭文哲进行会面，邀请郭文哲做副手。若无郭文哲选票，恐惊无都转到郭台铭身上。面对媒体的追问，郭文哲只是讲心存善念，尽力而为啦。我担任无所谓，继续当台北市长就好了，何必做麻烦？那你会做好做满吗？唉，这个是这样的，尽量。我们人生你这样心存善念，尽力而为。我们到目前为止没有参选的打算，没有跟谁配或跟谁合的问题啊。明年大选，郭台铭、郭文哲配合，也是郭台铭甲郭文哲合作，外界是看甲无啥啥。对着各种传言，郭台铭的幕僚进前是比如讲，韩国瑜是福委会主委，却想要做 CEO， 有考试意味。人民才是国家真正的老板。那身为公职人员呢，本来就是要帮人民谋福利。那如果说市长当选之后，自然就会帮人民找一个最好的 CEO。郭台铭幕僚澄清，无伫讲什么韩国瑜的意思，也讲郭台铭捌讲过，韩国瑜较早头一摆打电话给伊，就感觉韩国瑜是有诚意的人，态度180度的大转变，无想要互福委会主委想要做 CEO 的话题，互人一直议论。记者综合报道。
接落来，咱来关心香港反送中的情形。特首林郑月娥在今仔日，甲财政司长以及着商界代表召开记者会，强调讲香港要停止暴力的行为，避免冲击香港经济。林郑月娥也表示讲，中央政府拢有伫咧看，袂放这香港继续来乱落去。另外，由香港网友自今仔日开始3天的万人接机活动，用着和平的方式静坐伫机场的大厅，向旅客来分宣传单，来解说反送中甲5大诉求。正称的乌衫人就伫香港机场出境大厅坐咧，香港网友发动万人接机的活动，初9到11拢要去机场集会，强调袂冲击、袂破坏、袂入去禁区。啊，毋过机管局为着应变，嘛煞关节措施。透早6点开始，敢若准有登机证甲护照的旅客，啊，搁有机场的职员入去离境大厅。真侪旅客拢提早来机场办登记的手續。我對警方嘅行為十分之失望同埋憤怒咯。我哋要不惜一切嘅代價，不擇一切嘅手段，直到我哋嘅敵人送終為止。我哋唔可以有任何嘅顧慮。穿烏衫的示威者大聲喊講香港人加油，嘛有中學生現場發真濟種語言的廣告單，甲來遊客解說什麼是逃犯條例修訂，啊，閣有香港人的5大訴求。示威的行動一波一波，閣傳出真濟甲示威者起互拍的事件。有網友發起禮拜伫港島東的遊行，就傳講有烏道計劃要來拍遊行的人，民力成員因為安尼來北角警署報案。如果警方再唔處理嘅話，咁市民嘅人身安全喺邊度呢？目前香港嘅情勢真緊張，全世界已經有22個國家對香港發布相關嘅旅遊警示。加拿大閣甲警示升懸到高度警戒。特首林鄭月娥伫初9甲財政司司長，啊，閣有商界代表共同召開記者會，說明香港嘅經濟狀況。香港嘅經濟要走出呢個低谷，同樣地，香港嘅社會要喺撕裂中復原，就係我哋必須要停止而家相當廣泛性喺香港出現嘅暴力行為。要是香港的情況繼續的惡化，那麼當然中央政府不可能坐視不理的，這個也是我聽到的信息。林鄭月娥表示，香港必須要停止暴力示威，唔通讓香港閣受到傷害。啊，毋過示威活動並無要停止，除了機場集會，八六禮拜黃大仙、大埔、清水埗，啊，閣有港島東攏有遊行集會。警方嘛正式拒絕遊行集會申請，敢若允准因佇維園舉辦集會。記者綜合報道。台灣的大學生林志宇因為不滿反送中的問題，一前向香港駐台灣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寄擬做紅色的黑衣、金紙甲抗議的批信，也毋過為着這個辦事處的安全，已經向警方來報案。警方也通知林志宇，初10透早要到案來說明。香港反送中示威一波接一波，香港政府強力鎮壓的作為，透過媒體鏡頭呈現在世間人的面頭前。政治大廈林志宇不滿香港政府的強硬作為，並且對元朗暴力事件消極處理，除了在面冊鋪文章表達不滿，前兩天閣甲香港駐台灣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寄恐嚇報告，內面有用紅色郵差所擬的會衫、金紙和抗議批。我希望，香港駐台灣的這個辦事處呢，他們作為半官方色彩，又是在台灣的唯一代表啊，我認為他們有義務要來向上級來傳達台灣人的這個訴求，那並且呢，應該要有所作為。對收到報告，香港經貿辦事處初8發出新聞稿，指出抗議批當中講到，駭客已經竊取所有職員的個人資料，應該了解代志的嚴重性，為了確保職員佇咧台灣的安危，必須要報警處理。循線掌握一個特定的對象目前呢依法偵處中，等到整個調查完竣之後呢，我們會依照這個涉嫌刑法恐嚇罪嫌呢，移送這個台北地檢署來偵辦。警方表示，為了確保辦事處人員的安全，已經加強巡邏。下晡馬上出傳喚通知書，通知林志宇佇初10早起到案。針對這件代志，目前有教育部考生會學生代表委員身份的林志宇強調講，會準時到案，配合法律的調查。記者綜合報道。
对着咱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在3天前，台南市政府才拄解除中西区开山里、东区大同里、东门里停9日的社区监测，想要到昨暗东区大同里，搁再确诊一个本土停9日的病例。另外，伫高雄凤山也增加一个，不过凤山这个本地掠准是感冒，是检查4摆才发现到的。 咧甲台南东区大同里拖白网指数悬的机啊，搁挂咧。大同里挖进开山里，市府这个月初6才解除开山里、大同里顶3个里的停9个社区监测，较无3天，搁有一个新的病例，是今年60外岁大同里的居民。卫生局表示，个案生活单纯，活动范围只有徛家和工作地点。拜6下厝药啊封治，嘛判断这个和前一波群组感染的关联性无大。群聚的是在巴克里公园附近，那这个个案他是住在大同里的另外一边，所以是也没有交集，因为他本身也没有到这个巴克里公园这一块来。不要有积水的容器要小心哦，大家都会互相激励一下啦。 民众讲，卫生单位继续宣导纯道清的观念，未烦恼讲疫情的扩散。除了台南、高雄、凤山嘛，新增加一件本土型停9个病例。这个个案拄头先被误诊，一直到第4届看诊才确定。发烧，然后有喉咙痛，有一些上呼吸道的症状。因此呢，在3次到那一家诊所就医，分别在7月26号、7月29号跟7月30号这3天，那医师呢，都认为它是一个上呼吸道感染的一个个案。高雄市政府表示，个案发病已经超过2礼拜，无法度查明停9个病毒的性别，但是主新冠检查和厝药防治拢已经完成。全台湾到7月为止，本土型停9个有68例，高雄市49例，台南市18例，有关是以高雄和台南排第1和第2。记者综合报道。 所以要看有影是不幸的消息，在今仔日透早10点外的时阵，基隆海巡队找到一名对太阳公主号一只游轮落落海的查某囡仔。不过，这个查某囡仔已经往生去啊。海巡队会伫这只游轮11登来基隆港的时阵来协助因调查。 舒适的空间，还佫有丰富的设施活动，行程当中佫有真侪好食物会当享受。最近这几年游轮行程，互真侪台湾民众真介意。毋过，所传出讲一个41岁的查某人参加游轮太阳公主号日本 Okinawa 自由行5天，伫初九早起6点起，发现失踪。落尾到监视器的画面发现，这个查某人毋知是啥物原因，拄在一站的甲板滑落海。 出来就是要调查，都有摄影机有拍到，就是把这个东西交给检察官的单位去了解就好。太阳公主号表示，这座日本 Okinawa 自由行的行程是8月17日拄基隆港出发，开始5天的行程。意外发生的时阵，就随调整航线，会同日本海上保安厅进行搜救行动。伫当地时间早起7点13分左右，找到这个乘客的遗体。 经过船顶医疗团队确认死亡。其实这已经不是头一摆台湾的邮轮行程当中有乘客发生死亡的意外。今年4月份嘛，小连续发生过2件。消基会表示，因为目前国内并无针对邮轮规范定型化的契约，所以若是拄到差不多的事件，行程是要继续还是停落来，一般敢会当交予准公司或者是代理的旅行社来做这个决定。 在中途港下船，还是说整个行程结束之后回到母港，甚至说安排其他的航空器具来做回送，这个其实都是由船长来做决定。基隆海巡署嘛已经伫早起10点半接到通报，因为这只游轮目前搁照原本的计划继续向 Okinawa 来去，预计伫8月11游轮登来基隆港了后，会随派人去伫船顶调查，进一步来甲案情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 伫云林虎尾溪，防头壳沙石仔有影真严重。这个沙石仔集团，拿这几个月来，将虎尾溪当作是因兜，规个是乱舞，规条溪仔是用到歪过刺出，又搁光溜溜。检方搁再出动无人机去控翕，经过9个月的收集证据，找了半暝啊，做一届掠到20名的嫌犯，因所赚的恶心钱大约有1000多万。 空飞机的画面翕到大量的沙石蹲伫咧云林县虎尾溪的河床面顶，犯罪集团用卡拖机，还佫有卡车偷挖岸边的沙石，才佫再去卖，严重破坏到国土保安，好看到哪像月世界共款。画面内底卡拖机，就是警方要掠人的时阵，驾驶想要逃走，想袂到煞家己连怪手做伙落入去家己偷挖沙石挖出来的大水块内底，互规台卡拖机袂冰袂动。
被告等人是以挖土机跟卡车作为犯罪工具，而且他们为了避免警方查缉呢，在现场盗采砂石的时候，会指派5到6个人作为法风人员，并且有指派专人的持枪来看守。这个面积很大哈，很大哦，大概几个足球场？大概有3个足球场那么大。重新登来现场，一堆搁一堆的沙石凊彩互蹲入土骹，后尾客去用酸断甲规个密密茂茂。花莲地检署经过几6个月搜证，探洪台要来进前，检方伫初6半暝啊出动5个警察，拢总抓到涉林主嫌在内的2个嫌犯。我们在2月、3月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那时候也跟警察机关有过密切联系，把这个区域列为我们重点巡防区域，来加强这个巡查。另外这个部分我们也会针对不必要出口予以封闭。经过第5河川局的鉴界，发现这个集团偷挖超过4万立方公尺的沙石，犯罪所得到的钱超过1000万。第5河川局决定把这个区域列作重点巡防区，而且加强咧巡查，避免这款的代志搁一个来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大家欢喜讲要买新厝，不过你若去买到海沙厝是要安怎呢？伫咧台北市目前抑佫有真侪海沙厝，拢伫咧等单都市更新。不过，即寡民众也抗议讲，就已经申请都市更新，经过4年拢无消无息。建商甲居民拢希望市政府会当量早来核准拆除的建造。不过，台北市政府都经处来表示讲，这个更新的流程是卡伫建商，也未送件来审查。楼梯间阿门土地拢落来，更条流出来，每一层楼4个才看到壁损，甚至有天掉落来情形，看起来实在是真危险。负责来学6公里的这3栋5层楼的楼仔厝，住伫遮的人是住甲真痛苦。现在2014年申请都经停书，走了4年，就是唔知当时叫法度来改建。我想请问，谁能够给我答案？是不是一定要是砸死人了？我希望说，市府是不是能够加快他们的脚步？走了4年才走2个，这几栋海沙厝环境真歹，原本有住60户，已经搬走26户。注意讲，村的民众无在调通搬出去。4年前，民众开始申请都经，也处理100%住户的同意权。2016年，这3栋建筑由监管处理管海沙厝，判定必须拆除停起。不过都经停租走4年也未使完，民众不满批评市府真无效率。经过的路人可能都会被砸到。那既然是已经危及了公共危险，我觉得政府为什么不进来处理？为什么还要程序一道一道拖这么久？都经停租必须经过4个阶段，划定更新地区、都市更新计划概要、都经事业计划在今年5月核定，即阵摕伫个权利变换计划。建商讲处方真危险，希望市府能提前合法拆除建造。那我们既然是已经大家都100%同意的嘛，那可不可以先让那个住户他们先去拆房子？他要等到权利变换计划每一个人的权利分配完之后，计划核定，建商才能够去请建造。所以建商这边计划还没有拟完，所以他没有办法请造。北市府都经处讲，以下规定要等建商送计划，才法度审核进入下一个阶段。建商讲，即阵伫甲民众做估价这权利分配，有加9月底前送件审核。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做回来看好景。洪泰利起码也走去日本的奥基纳瓦，以及着石环岛，也就是尼西加区日马地区，造成15000多户来停电，也超过60个航班来停飞。另外，也有4个人来受伤。这个洪泰利起码也继续刷往中国的职工。强风吹到树丛，一直害路边拢是落来庄仔架甲倒落来脚踏车，顺路的車輛伫個街路行，要求民眾避難。こちらの台風はひどいと聞いてまして、それが不安ですね。雨風強くなると身動き取れないんで、そうなる前に。日前風台侵襲日本沖縄石垣島這個所在，有真濟人互風淹到受傷，警方閣加電線吹斷，造成沖縄講古島有15000戶的客家無電通用。交通部分至少嘛有60個航班停飛，甲4個船班停開。日本氣象廳預估風台上大風速會達到秒速70公尺，等於是新幹線時速250公里的速度，會甲車輛淹到厝頂放落來。對此，沖縄講古島已經有部分村落要求全部居民避難。
日前嘛有个月10号侵袭中国浙江沿海，中国媒体甲日前嘛当作是今年全球上大风台，当局阁因为安尼发布了风台红色警报。在10号的这个凌晨到上午，在浙江的象山到苍南一带沿海登陆的强度呢是一个强台风，到超强台风级，逐渐北上的过程中会在山东半岛附近回旋打转，所以尤其要特别注意所带来的一个强降水。中国气象局预告，到11号为止，伫个东部的烟花城市会出现着豪雨，部分地区阁有可能落豪大雨。另外，伫沿海地区会出现着9公尺到14公尺悬的海涌。中国自然资源部目前已经启动海洋灾害立即应急响应，来应对利马市带来洪灾。记者林世彤报道。伫南美洲的阿根廷是超过9成拢是信奉天主教的。伫初八时阵，大约有1500名民众上到街头，要来庆祝摕囡仔合法法通过失败1周年。不过，也有民众来呼吁讲，若准摕囡仔行为无合法，颠倒引起找赤卡先啊，安尼敢有较长？伫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头，真侪民众上街仔路。这个标语的意思是，所有的性命拢真重要，以及一届救2条命。这个老师是用大字报甲大家讲，做老师的伊绝对袂教学生囡仔对胎是对的。因上街仔路毋是抗议，是要庆祝对胎合法化，参与闯关失败1周年。De hecho, hay varios países que hoy por hoy hasta están replanteando lo que ellos consideran el derecho al aborto. Así que no fue nada más un momento donde en Argentina se logró un resultado que es positivo para todos nosotros, sino que también sirvió para que otros países 伫另外一个角度，有一阵穿代表性青色的衫，支持对胎合法化的民众，嘛拍拼将家己的声音传送出去。Tenemos que recordar que el 13 de junio se consiguió la media sanción, algo que era casi increíble en nuestro país. Bueno, y se consiguió eso, pero bueno, frente a todo un sector de antiderechos que el 8 de agosto terminó votando a favor del aborto clandestino, a favor de las muertes. 阿根廷众议院2018年8月初8以淡薄差距通过伫咧有新的前14礼拜对胎合法化法案，但是伫咧有关有真大影响力的天主教教会强烈施压之下，伫参议院闯关失败。阿根廷社会因为安尼更加分歧，伫咧阿根廷每一年差不多有35万非法对胎案例，但是国际女权组织表示，实际上的数字可能更加悬。阿根廷10月要举行总统大选，今年5月国大名议员再度针对对胎合法化。甲国会提交新的法案，打算再度闯关，有了会互教宗方济各的故乡再度点到对胎议题战火。记者综合报道。全世界的穆斯林，但年拢有朝圣的活动，伫咧初9要来开始。但年大约有250万名的信徒去到阿拉伯内底圣城麦加来朝圣。今年也当坐着新的交通工具，就是高铁，互因免坐车，免坐到外腰，有影真利便。一当一摆的伊斯兰朝觐活动，这礼拜5盛大登场，全球穆斯林拢去沙特阿拉伯境内的伊斯兰教第一大圣城麦加朝圣，为伫咧大清真寺内面的天房伫遐说，这是信徒认为上界神圣的地点。今年朝圣加一项交通选择，就是来回第2大圣城麦地那到麦加之间兴起的高铁。这座高铁由西班牙联营企业打造，伫去年10月通车，时速差不多300公里，对麦地那去麦加敢若需要3点钟。好真侪朝圣者拢真爱坐。الحقيقة أول مرة بستخدم القطار ولكن هو حاجة الحقيقة مشرفة وعمل يعني يبدي مجهود طول يعني تشكر عليه المملكة السعودية على هذا المجهود الجميل اللي عملته لأنه حاجة فعلا مشرفة. الحقيقة الوقت تحديدا 3 ساعات اكزاكت. قبل كده كنت مسافر بالطيارة كنت باخد تقريبا 5 ساعات ونص إلى 6 ساعات حسب تسهيل دخول مكة كمان. الحقيقة القعدة بتاعته مريحة جدا كل التسهيلات موجودة. 朝觐是世界上排有著名的宗教圣事，嘛是穆斯林的5功之一。除非行动不方便，每一个穆斯林一世人都应该去麦加参加一间朝圣活动，追随先知穆罕默德的脚步。根据全国官方统计，到拜3为止，对外国入来的朝圣人数已经突破183万人。当局更加预估，这个全体朝圣信徒人数有可能突破250万。就伫咧波斯湾局势紧张升悬的时阵，在这款的背景之下，身为主办国，全国
希望会当阻止条件活动朝向政治化发展。记者综合报道。减用塑胶的物件是全世界趋势，咱台湾也是输人唔输阵，慢慢伫咧要求。伫非洲的乌干达有一项食物，中是空心的，或者是沙草，会当种出上界天然的树干，唔但会当用了几粒摆，而且也会当自然来分解，对环境是无败害。 伫乌干达首都坎帕拉这间餐厅，人客用的树干是天然沙草所做的，沙草中央是空的那一球幼光啊。不管对外表看起来，还是实际上使用，拢含塑胶树干真成。塑胶树干200年才会当分解，沙草树干3礼拜内就自然分解。另外，沙草世界拢看会到，真好摕到，会当洗搁中好使用。若是洗到这要破气要闭开的时阵，就会当甲等现杀。 I would absolutely use them at home because I feel like you can clean them better and I mean it's natural. 有人啉饮料就爱用树干，乌干达这间公司就真看好沙草树干的环保市场。They used to get them from their gardens and other places. So we saw it that it could be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us to fight single-use plastic straws with the plant-based ones. 今年3月，3万波含需要动盘就以$55，相当于代票1720块的资金，用沙草树干创业。We wash them and then boil into hot water. We bring them for sun drying. We take them into our microwave and then we pack. 目前较无半档，有8个固定客户定期采购，一支沙草树干卖$25，相当于代票8块，大盘都有优惠。 It's been received very well. Customers have enjoyed that each piece has its own style. 3万波计划未来唔但要卖树干，阁要教人家己做沙草树干，希望未来5当内会当互乌干达塑胶树干用量减少45%。记者综合报道。 中国国家电影局日前禁止中国电影来参加台湾的金马奖。香港媒体也报道讲，其中内面有4出已经来报名，一个报名金马奖的香港片，却因为中国的政策要来退出啦。台湾导演关一正来认为讲，台湾金马奖是照办，损失的是中国。有影评人来分析讲，中国这款抵制行为，颠倒有可能把一个反中国的香港电影人激出来参加咱的金马奖。 真有名香港名气刘德华甲高天龙演的电影《扫毒》第2集伫台湾上档票房真好，毋过根据香港明报报道，包括《扫毒》第2集、《私道行者》第2集、《对量》第2集，还有《建恒大7号》等等4出港片，原本已经报名金马奖，后来佫取消。中国国家电影已禁止中国电影参加金马奖，香港电影公司烦恼伫中国叫封杀，嘛对咧退出。大陆因为政治干预而不能来，那就是他们的损失。我们还是照办。以前大陆也没有参加过，就是早期两岸没有来往前，我们还是这个华语片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奖项啊，电影奖项。 关以前认为，虽望政治影响到两岸3地艺文交流，相信袂去影响金马奖伫华语电视圈的地位。有影评人分析，中国对台湾创作者，包括册、电影、演艺等等等，摕来压迫一直拢有。啊，毋过明年就是总统大选，佮加上去年金马奖颁奖典礼，捌引起统独争议。中国选伫即届金马奖大动作表态，就是希望讲会当互更较侪国际来关心，而且互咱台湾压力。一定会有一批比较坚决反共或者反大陆。 甚至现在这个反送中的这个潮流的支持者的电影人，一定会因为这样反而更加表态要支持金马奖。马彬认为，北京政府抵制台湾金马奖是高级的事件，可能敢若对这届影响较大。啊，毋过对金马奖结束到明年大选投票的期间，是观察中国态度的重点。若是选举了后，中国对两岸3地艺文交流，同款佫是打正硬的态度。以后的金马奖可能就要思考应变的办法。记者综合报道。 中国打压台湾有影是无所不至，日前限制旅客来到台湾，即马也开始影响到其他的。中国的山东航空自8月24到10月26，要来取消山东济南直飞花莲10个航班。旅游业者也认为讲，因为中国旅客无爱来，航班一定爱减少。交通学者也认为讲，有可能其他中国航空公司也对咧减。 其中特别是中国一级城市的两跨直飞，有可能也会受到影响。
山东济南到花莲直航班机已经停飞3档，中国月初6才复航，想袂到煞变做地面航线。初八山东航空公告，伫8月24到10月26，因为航班计划调整的原因，取消10个航班，造成花莲当地观光损失，初步估计超过7000万。基本上我们都很清楚，有政治因素在里面啦。 所以他也没有讲得很清楚，所有的这个机票呢，它是减额退。花莲旅行社业者真无奈表示，花莲山东直飞的班机争取是无简单，虽然敢若是暂时取消航线，毋是停航，毋过直航启用取消，可能会冲击花莲观光。国内观光业者认为，这可能敢若是第一波直航取消，因为中国旅客限速，自由行加上团客，上无减要70万人。未来取消直航的中国籍航空会继续来发生。中国民航也开始宣布。 一些两岸的包机航班就停止受理取消，包括我们自己的华航、长荣也都会缩班。那少掉一半客源，你相对你航班至少要减掉一半航班。 山东航空取消花莲直航，学者分析是市场机制，对台湾航空公司的影响是真有限，会当透过调度航班支援其他航线，降低冲击，还是减班，还是换细只飞行机。载客率没有6、7成以上的话呢，你这条航线飞的就是飞一班赔一班嘛。那航班的调度就是可能，资源比较热门的航线，以业者来讲的话，万一是上海，他可能会改中小型的飞机。 陆委会表示，过去中国旅客来台湾的人数增加还是减少，两岸航空公司拢会照旅客人数来调整，会继续甲交通部民航局来注意。而且民航局嘛表示，10月27以后会换做寒天的班表。山东航空若是确定无要飞，上无爱提早60天，也就是8月27进前提报，若无会当用民用航空运输业管理规则，上当会当罚300万。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未来要选立委，大家拢即马开始在传哦。伫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条初7家的户口迁去台南市的东区，有可能要甲现任民进党立委王定宇来车拼。对着这款情形，国民党台南市党部主委谢良介也表示讲，洪秀条真有名，若来参选会提升着哪样的气势？ 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发布大消息，初7透过秘书甲户籍迁去台南，打算要挑战国民党伫台南上歹选的选区立委。南部呢这么艰困的选区，开句玩笑，有人说水里的鱼捞起来都是绿的，要去挑战是很艰苦的，也是让大家知道这把老骨头了啊。那既然是没有人，那我们去试试看吧，开疆辟土。 洪秀柱乃当顺利得到国民党定调，有希望会当替南营甲规个选情炒甲热扑扑，影响历年伫南台湾的选情。对这件代志，国民党台南市党部主委谢良介强调讲，这对提升国民党士气真有帮助。不过对现任的立委王定宇来讲，虽然洪秀柱的知名度无低，但是无在地地缘关系。面对全国性的议题，王定宇嘛真有把握来应战。面对每一场选举或者面对选区，我天天都觉得是艰困选区。 那每一位愿意来这个选区为市民服务的人，我都充满谢谢啊！所以不管国民党的提名策略或提名人选最后是谁，我们都尊重。那我们希望大家一起努力来为台南付出啊！洪秀柱投入选战，对整体的选战气氛确实有提升的效果。不过台南市的立委选情一向是力大过难。 虽然选区有定位过，洪秀柱嘛真歹伫第6选区摕到优势。国民党拍前主席牌，做势的目的明显大过实际的意义。但是会当确定的是，洪秀柱参选的代志已经引起真侪讨论。记者综合报道。 人讲先人拍鼓有时错，骹步踏差啥人无？伫台中一间幼儿园日前向市政府租场地，要来办毕业典礼。活动结束了后，收到市政府退现的保证金支票，不过却是收到一张无当官方应验的白拉票。议员也讲，已经有3间幼儿园拢收到这个白拉票啊。市政府也承认讲，这是菜椒啊承办人员来办唔对的，也随来解决啊。 接到投诉的议员提这张放大版的支票，讲虽然面顶有写讲凭票支付3万块，不过安尼支票摕去银行，就是无法度换一个白拉票，而且开支票的单位则是台中市政府。最早是局长，还有我们的会计，这个还有什么记账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市府的官印在这里，4个印章在这里，5个印章，结果通通挂零。
应该体现予活动单位的押金煞变作白蜡票，嘛互摕到支票的司理幼儿园真困扰。原来是7月底，台中市区真侪间幼儿园甲市府用公厝租场地来办毕业典礼，爱纳3万块的押金。毋过幼儿园摕到支票了后，煞无遐多换钱。市政府承认讲，这款的支票有开5张，事尾嘛赶紧就等来补救。同仁新手不守程序的，大概就是这么单纯。开立完之后，他就立刻寄出去，怕说耽误到人家。后来就发现，这个里面程序没有完备，所以他自己又去联络，让人家送回来。台中市政府表示，目前已经就等来2张有问题的支票，落尾嘛紧急来补救。面对幼儿园无愿意加讲啥，毋过议员质疑，公科专方竟然开这种无遐多换钱的白蜡票，行政效率甲准确度该加油一点啊！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这礼拜中华职业棒球要到花莲拍7场的比赛，花莲县政府特别开了8700万征收规个花莲球场。不过这个月才拄开始用，才拍2场尔。昨暗就发现讲，这个厝顶伫咧漏，袂输水墙同款，球迷是一直咧。花莲县教育局也表示讲，已经请厂商赶紧来处理啊。雨水顺条啊垂落来，厝顶漏水就若像水墙同款，一直到甲观众席。这是初八暗时伫花莲德兴棒球场叫民众翕到的画面，真正是料想袂到。花莲县政府为着要迎接这礼拜7场职棒的比赛，开卖8700万替球场来升级，想袂到这到第一场雨尔，规个球场都袂堪住。因为可能在里面发生的淤塞没有及时的一个发现，那所以说我们日后我们会尽快把这个问题做一个彻底的改善。面对外界质疑，开大钱改善球场煞搁漏水，县政府表示，这届工程较注重超播，还有观众席的换新，天棚无伫这届工程内底，嘛表示会赶紧请厂商来处理。但是我们在施工中的时候有发现说，柱头有漏水，会落水，然后我们也有跟教育处反映。那教育处有说，就是请我们就是可以看，就是可不可能先帮忙协助，所以我们就是球赛结束以后，我们还会再继续做处理。厂商表示，伫咧处理影仔外线的时阵，就发现条仔芯堵水。毋过因为光线真济是一项大工程，必须等比赛结束了后才会当来处理。希望讲甲积水问题解决了后，这座去用合作全台湾上水的花莲棒球场，会当互民众有一个更较好的体验。记者综合报道。人讲好运的着时间，歹运的着营营。中美贸易战对本土产业的影响也大大出现啊！特别是工具机的影响是上介大的。有业者表示讲，目前业者大多数拢是做4工休3工，无心假可能会继续到第4季。体真若是较歹的公司，有可能会倒大。不过经济部长也来表示讲，会有方案来协助国内业者来渡过难关。地模切挂，台湾制造工具机受到各国欢迎，全球市占率第4位。不过，近期国内工具机的产业无好，出口金额陷入负成长。真正有投资在中国大陆，所以他们直接的冲击是最大。那无薪假的部分，我看是会慢慢浮现出来。传统元件大厂上阮总裁都应在讲，受到美国加中国贸易战影响，工具机厂即阵是做4工休3工情况真普遍。即阵已经开始有业者放无薪假，也延续到第4季。一旦若是恶化落去，会出现裁员的情形，体质较歹厂商可能会关厂。我想比较严重的人应该是出口。主要的市场出口在大陆的人，就是观望的气氛很严重。这订单下了以后，叫你说暂时不要出货，都在观望啊，这先蹲后跳了啊。这段时间大家会辛苦一点。受到中国美国贸易战冲击，工具机1月到7月出口金额大约是18亿7600万美金，甲去年同期比较衰退11.9%。其中台湾工具机主要出口2个国家，以中国上多，占整体出口30%以上，出口金额大约是5亿6900万美金，甲去年同期比较减少2成以上。而小欧美国金额也大幅衰退，今年减少将近1成。经济部长沈荣津讲，会开出3贴药方来协助产业渡过难关。危机就是一个转机，做人才培训，会请我们的行库在资金融通上也要来协助。那再来国营事业的采购，我们也要求部署的国营事业，我部长亲自会跳下来看。美国中国贸易战虽然造成市场无明朗，不过台湾机械工会认为，
对大厂来讲底期无好，不过长期应该袂歹。今年有不少业者往越南、印尼打造第2、第3生产基地，而且开始发展智慧机械，创造高附加价值。2025年，机械产业产值应看到大票2条商机。记者综合报道。日前爆发生外国航线防当作真粗俗的劳工，在检察院7月23时阵，也通过对教育部的纠正案，讲到教育部无掌握大学招生境外学生的情形，造成有的大学拢无伫管理，严重伤害到台湾高等教育的国际形象。教育部也表示讲，有伫咧改进，也互每一间大学了解实施甲公读的相关规定。透过会话介绍招收外籍学生，外籍学生论做属价劳工。检察院7月23日纠正文讲，教育部无确实掌握加督导大学招收境外学生，造成招生出现乱象，新南向教育政策失去焦点，严重伤害台湾高等教育甲国际形象。记者署长杨玉辉讲，已经采取真正措施，不要让外界误认为我们这些外籍学生来台湾，从早到晚到深夜都在工作，哪里有在念书？那这个就是因为攻读跟实习全部连在一起。即阵全国技专校院已经收到实习甲公读规范的公文，首先是实习甲公读合约必须分开。若是伫同一个厂区实习甲公读，实习每工袂使超过8点钟，工作每礼拜袂使超过20点钟，也提醒各大专学校提升境外学生的华语能力。去把华语的基础能力学好，因为至少沟通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要给学生，要不然他在攻读、在实习的过程中，他是很难去跟这个业界去做沟通。你避免大学新南向学生来源伤过集中，另外有3区招生的补助方案 ，A 区有印尼、越南、马来西亚无补助 ，B 区包括缅甸、新加坡这5国，一年补助100万 ，C 区的生活上困难，有巴基斯坦、尼泊尔这6国，一年补助150万。我觉得它是一个诱导诱因哈，那结果我这个班申请下来之后，学生才升到大2，结果原来预期你会每一年有一些补助的，而且补助金额是多少的，结果产生很大的变化啊，这样从学校角度来看，就会比较担心。龙华科大校长甲自强希望补助政策能更加稳定，互学校能依循。不过教育部以新南向专班为例，头一年开班本来就需要较侪成本，补助上多，所来看情况调整，无变来变去的情况。记者综合报道。为要推广海洋保育的观念，新竹市政府甲渔会伫8月11伫南寮渔港要来举办活动，现场也提供了600份的鱼仔料理，要互民众试食滋味。阁有囡仔做伙来拍通关的游戏。伫8月70透早，也招民众要来放4万只乌鸡鱼仔仔，希望会当补充附近的海洋资源。渔民西阵啊，准备要出海掠鱼，随着海洋保育的意识提高，掠大鱼、卖掠小鱼的观念是一直去互推广。即阵新竹市政府甲新竹区渔会，就伫咧南寮渔港举办以海洋保育为主题的活动，佮特别传600份青草的鱼料理，要城人做伙来关心咱的海洋生态。今年办的这个活动，主要是提倡是永续、安全、安心的一个渔业环境。以前从早期的渔业的促销推广，到现在的渔业枯竭，要如何再恢复到以前的龙井，所以这资源保育的一个教育非常的重要。受极端气候的影响，海洋生态不但出现正大的变化，海洋生物的种类也愈来愈少。新竹区渔会特别伫即摆活动放流4万只乌鸡，希望照到乌鸡鱼仔仔的高生存率，也有正高生卵的特性，增加周围海域的渔业资源，弥补自然生产力的不足。海洋的资源其实越来越枯竭，那我们希望就是渔民的作业的生活跟文化能够传承，让靠海的子民们了解，在海上生活是多么的辛苦。那另外，我们要珍惜海洋的资源，所以这一次会有4万尾的整个乌鸡会去放流。除了放流乌鸡的活动，现场也有真侪甲讨海掠鱼相关的活动，要互大人囡仔做伙了解爱护海洋，也有做好环境保育的重要性。记者综合报道。
伫南投中寮有一间讲球场，这几日啊出现一种号做红红帽野鹅的幼虫，是这款幼虫呢，伫咧4天内，甲规片的红红帽的叶啊，拢是食了了。讲球场的主人是惊甲强的困境，不过这个农业处的林务保育科来表示讲，这款虫害是季节性的，请民众唔好过头惊吓。规个土骹嘛是，含咧路拢是啊。讲球场的主人是真激动，因为伫咧伊的讲球场所种的红红木树，自本叶啊是发甲白白，不过才过4天的时间，叶啊全部拢去互虫食了了。水水的红红木树，即阵春像话，无看到叶啊。说3年啊啦，拢讲这个时阵嘛，拄出来吼，像头毛死遐油啊，有看，4天了。树叶就无，我唔知安怎来，也无看爷来放啊，足恐怖的。原来就是红红木叶的幼虫，甲红红木的叶啊，食甲寸无半叶。它应该是所谓的凤凰木叶的，它是属于季节性的一个虫害啦。那没关系，因为它是季节性的，所以只要季节过了，它自然都会慢慢的消失。那假设说农民觉得说它有意义的话，应该是可以更改一些像苏力菌啊那种中防治的药剂，它是无害的。其实同款的情形，4年前嘛捌出现伫高雄的寿山公园。虽然唔知影红红木叶出现的原因，不过确实无造成什么大损害。红红木叶一年上济会当生炭，生要9代，咧炭是介紧。不过幼虫的数量伫咧等红红木树的叶啊，搁再发出来时，的数量自然就会减少，这自然就维持生态平衡。记者综合报道。虽然风台走离离，但马仔气象也是做伙来注意。北部地区为26度到36度，中部地区为26度到33度，南部地区为27度到32度。东部地区为28度到37度。再来看外岛地区，为27度到36度。未来3天气象。是时间的无情，唔是离开的无缘。在新闻的最后，带您来到英国看热气球嘉年华，也感谢您的收看。我是嘉豪，马上同一时间，咱再会。平洋看浪浪，关山出大景。动物伫内底走跳、讨食、西拖。落基山、喜马拉雅山、安第斯山，天地的生命力等咧显神采。礼拜五暗时8点，山峰上的岁月，就伫公司台语台。2019虎城台语月，台语聊落去，
伫台南五园艺文中心少林寺举办活动，现场有野台戏、